婚林馆因为无公有的粪扫分化炉，过去这粪扫拢是用大的较济。县府这几年是甲粪扫分类制造做燃料，这款处理方式效果真好。施工这阵是按算要搁甲5座粪扫安排场放起来，改善民众的环境。为着要烧粪扫，婚林馆这几年透过粪扫机械分类，做出再生燃料来烧粪扫。一直到去年下半年，家庭粪扫会当自主处理。这阵按算甲5个乡镇的粪扫掩埋场砍头关起来。我们把5座的一个掩埋场，好，那透过我们所谓的结构技师的一个评估，我们会采用所谓的就地封闭的一个来做一个办理哈。那封闭完之后，好，那这些就可以当成所谓的绿地，好，或者是太阳能的一个施作的部分哈。环保局表示，婚林因为无公有分化厂，过去以粪扫掩埋为主，到目前各有6个乡镇的粪扫掩埋场同类使用，其中全关点户外囤粪扫的量差不多有5万吨，另外还有10万吨已经包起来准备送去烧，会配合环境部经费改善。如果我们垃圾如果去除的话，当然对我们这个环境比较好，因为我们不用裸露，你知道就有像东北季风一吹下来的话，有一些味道就会飘到比较邻近的这个村落嘛。环保局强调，目前县府配合环境部未来3年要投入12亿，协助地方处理囤户外粪扫，也提出岛南、西螺、原众、仑背甲拿来5个乡镇掩埋场封闭计划。等核定了后，5个乡镇逐日的粪扫会直接送去烧，袂搁囤外口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